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这几天吼连续假期吼，咱嘛有足多会友吼出伫外口吼，咱毋望伊伫路中会当平安吼。咱其实要开始今日礼拜，咱下头同心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爸，感谢你带领众会友，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，阮做阵同心敬拜，好落主你的名，毋望主降临伫阮中间，伫阮聚会中间，圣神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好明白主你的旨意。阮中间嘛有一个出外的会友，嘛求主你保守因出外平安。阮将今日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，阮来祈祷，阮会靠出耶稣圣上的名，阿门。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仔日当过来遮敬拜上帝。请咱即阵来吟诗，学落咱的主。兄弟大家平安，请咱大家献开献诗211首。211首，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第1首的第3句，迄是上到圣堂。好，咱开始来吟。211首。接咱来献开600第10首，600第10首，耶稣是阮心所欢喜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耶稣是阮心所欢喜，你是我命。即阵，请咱大家献开526首，526首。咱即马吼，先对第二节来看吼。第2节，咱来读一遍哦，吼。上帝的囝儿和睦客气，是何等的幸福。上帝的囝，三字爱较紧吼。上帝的囝儿，安尼吼，好来，咱搁读一遍来。上帝的囝儿和睦
徛起是何等的幸福。对，啊，即摆用唱的哦，吼，1、2、3，上帝家己好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。对，上帝的囝儿，上帝的囝儿，吼，迄三字爱做伙，吼，搁一遍，1、2、3。上帝家己好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。哇，真好！即摆看第三组啊，第一，亲像油，亲像油，共款，吼，3字哦，亲像油，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水手。搁一遍，来，亲像油，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水手。即摆用唱的哦，亲像油，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水手。真好，搁一遍，1、2、3。亲像油，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水手。第二节，亲像黑文的露水，亲像黑文的露水，落地石岸的山岭。搁一遍，来，亲像黑文的露水，落地石岸的山岭。哦，即摆用唱的来。亲像黑文的露水，落地石岸的山岭。哇，很好。即摆第三吼，因为主，哈，因为主上帝定着祝福，得永远活命。我即摆用唱的哦。因为主上帝定着祝福，得永远活命。啊，即摆咱对头到尾唱一遍，哈。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的囝儿好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水手。亲像唱安尼有快乐无？无。我看到真侪人真快乐，吼，啊嘛有人点点呢。哦，咱唱这真快乐，咱就爱唱快乐出来，吼。好，咱下面用咱的心来献播咱的主，进入咱的殿来。只有
请咱用安静的心进入咱今仔日敬拜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互人有福气。愿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即时三甲来吟诗，圣诗526首。圣诗526首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的囝儿，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油天伫头壳，流落阿伦的喙鬚，写起入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是咱三甲用四道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别，伫周报的第7页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。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9篇，也就是诗篇11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，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着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，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，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，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这是咱个三甲来唱圣诗，圣诗211首。圣诗211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。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通甲天父亲密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诚恩典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，伫你所定着的日子，互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乐你。主啊，你的命令是光，你的话语是灯。感谢你伫阮的人生道路面顶引带阮头前的方向，互阮明白会当照着常常祈祷、谦卑、仰望、听候，倚靠你的话语来更新阮的生命。天父上帝，求你疼惜台湾这块土地甲百姓，恳求你赏赐智慧甲开力，互执政者甲政府官员，用你真理的话行伫光中来治理阮的国家。阮嘛为着和平祈祷，求主公义掌权，愿停止这个战争。求你显明你的慈爱，施恩怜悯，拯救伫战火下面失去亲人甲受苦百姓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用信心军队来兴旺阮的教会，因为你就是迄个复兴生命的火。恳求你的疼甲平安坚固伫阮所有的团契甲事工面顶。主爱怜悯的主，你嘛互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，互身体欠安的肢体得到医治，心灵软弱的暗中所流的目屎，心内土溃你拢知。主的安慰，求你时时时刻来充满每一个人。恳求圣神光照阮的心灵，将真理的道路，搁一摆来指示互阮。上帝，你的疼甲救恩，嘛互阮会当分享，互搁较侪暗毋捌你的人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，愿一切荣耀、学乐归伫你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读圣经。圣经出埃及记34章29节到35节，伫旧约的部分98页。出埃及记34章29节。摩西落西奈山的时，伊的手摕两块约币。伊落山的时，伊的面因为耶和华甲伊讲话，就射出光。摩西家己毋知。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时，看伊的面射出光，因就惊，毋敢换裙衣。摩西叫因来，阿伦甲会中逐个头人就拢倒转到伊遐。摩西甲因讲话。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，伊就将耶和华伫西奈山甲伊所讲一切话拢吩咐因。摩西甲因讲话，明白就用被打面。总是摩西入去耶和华面前，甲伊讲话，被就掀起来到伊出来。伊出来的时，就将耶和华所吩咐的，甲以色列人讲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，摩西的面射出光，摩西阁用被打面，听候到伊入去甲耶和华讲话，被就掀起来。读圣经到这。这时圣歌对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
讲道科牧师伊要讲的发出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一个好的天气，赏赐阮有太阳来温暖阮的心。愿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，互阮的心得到饱足，互阮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阮继续向前来行。这时刻，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彼此分享中间，拢得到利益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落几个礼拜的雨啊，吼，昨出日头啊，今仔日太阳规个出来，心情有加较好无？有吼，感谢主。伫过去即几礼拜，毋知大家若落雨天拢咧做啥物？我想咱对过年一直到呾，咱拢有真侪时间，咱拢伫咱的生活中间。我想有人可能会看电影，也是讲去看一个偶像剧，也是伫过年中间，拢会进入到即个 Netflix 内面去看一寡戏剧，也是讲伫即段时间，你会读几本册。我想，无论是你看遮个戏剧，也是偶像剧，也是遮个册，其实对遮所有的遮个咧导演，也是遮个册作者，拢会当透过因的作品，咱会当对中间去看到因要表达出来的想法，也是互你看到即本册内面伊所写的目的，伫规个即个剧情的安排。也是这剧情的起起落落中间，拢要互人吸引伫因的作品的内面，互咱看的也是读的人会当感受迄个情景的内面。有人咧讲，圣经也是讲，规本圣经的内面，上帝是一位导演、导演，嘛是一个制作，嘛是一个编剧。安尼看来时阵。安尼，咱人咧，咱人是其中的演员。那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本出埃及记来看，伊是一出上帝咧导演的戏。伊的内容是咧讲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受奴役的一个故事。那呢，主角是甚物人？主角是咱今仔日所读的摩西，是为上帝选调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。这段故事咧讲到上帝怎样讨放以色列百姓，而且互因对未来有一个盼望。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所拣调的选民。今仔日的主角摩西，那对于出埃及记第1章开始，伊出现。咱讲伊上舞台开始，一直到伊上尾结束的时，伊的一生拢伫上帝的手中，伊的一生拢照着上帝所安排的剧本在行。伊的人生经历过起起落落，而且中间咱看到上帝予摩西一个真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摩西必须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带去完成的使命。上帝通过摩西，要予以色列人明白伊的心意。那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34章内面来看，对摩西、对以色列百姓，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记号。因为伫上帝带领下面，上帝通过摩西甲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也是一个命令，爱因遵守这个西奈山的约。今仔日咱看到摩西的面发出光，伊的面的光是对倒位来呢？那呢，咱会看到摩西，伊带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开始。伫历史，上帝用分条带以色列百姓向前行。暗暝，伊用火条，互因会当安心来扎营休困。
当即阵以色列百姓渐渐适应伫旷野的生活时，上帝即个时刻带因来到西奈山。上帝对山顶咧呼唤摩西，伊叫摩西上山，伊要透过摩西甲百姓讲，爱顺从上帝的话，爱听上帝的命令，爱遵守上帝的约。这个时刻，百姓知，而且一直咧讲，我要遵照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当上帝爱摩西上山，其他人无上帝允准，袂当对着摩西上西奈山。伫西奈山顶，上帝摩西指示10条诫，而且将这个10条诫的命令刻伫石板顶面。上时伫迄个时刻，上帝阁甲摩西讲其他的条例，以及爱遵守3个节期，这个真重要的节期。而且伫迄个时刻，上帝要甲以色列百姓用精心的火来立约。上帝讲，这个火是照着伊的诫命，甲恁立约的印记。煞接上帝将建造会幕的规格，要安怎做，要偌大偌细，以及要准备建造会幕的遮个工人。拢只甲摩西讲，毋那安尼，上帝阁甲摩西讲，建造了后要献祭祭司，以及所有的条例，拢讲互摩西知。当摩西伫西奈山顶，时间过了真紧，1万年久就40天啊！这个时刻伫山骹的以色列百姓，一直等袂着摩西落山。因毋知摩西伫山顶是抑阁活咧，也是死去啊！百姓真惊吓，因需要有人带因继续向前行。所以因就西弄亚伦讲：“你爱为阮做一个会当带阮的领袖。”所以因就收集所有的金仔，做一只牛，甲伊当作是要带因向前行迄个神明。来膜拜这只牛，因安尼做，互上帝受气啊！摩西知影，向上帝求情，上帝煞了伊的受气。所以对这个以后，摩西犹原抑阁带着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上帝应允要甲因同在，所以摩西搁一摆恳求上帝讲，莫离开因。摩西毋那是为着家己，嘛为着所有以色列百姓，求上帝莫离开。伊阁求上帝讲，互我看见你的荣耀。摩西要看到上帝迄个荣耀，上帝应允伊啊！上帝讲，我要互我所有阳光对你的面前经过，而且要宣告我圣的名。摩西想要看到上帝阳光，是因为伊知，若上帝受气的时，人无法度进入到伊的恩典的中间。不过，上帝无要互摩西直接看到伊的面，所以上帝讲：我要对你的面前经过，当经过的时，我会甲你放伫另外一个所在，你袂直接看到我。总是你会看到迄个光。上帝佮吩咐摩西，你爱拍2块石板，要甲进前共款的，因为我要佮一摆将这个10条诫写伫这个石板顶，而且吩咐摩西讲，你敢若会当一个人来，伫山顶。摩西搁一摆甲上帝单独做伙。摩西甲上帝单独做伙时，上帝搁一摆甲摩西立约，要求摩西将伊的话讲互百姓知，而且爱所有以色列百姓拢爱遵守。摩西面发光，
摩西的面会发光，那呢，咱敢会发光吗？有一句成语讲“容光焕发”，伊的意思是，咱面顶面会呈现一个敢若真水的光彩，咧形容人的精神真饱满，咱真有快乐的状态。各位兄弟，你会期待家己每一天拢是迄个容光焕发、精神饱满？互别人看到你，感觉你是上好的状态咧。我想咱拢安尼毋忙。不过，咱若要维持这个真好的状态，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这个代价有可能是你要有真规律的生活的这个早起暗时早困，等等遮真规律的生活，要有真充足的休困眠，搁要食一寡对咱身体有利有帮助的食物，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爱真时时拢爱真开朗，你爱时时保持一个笑容。不过，这敢真容易维持吗？实际上，咱要维持这种真好的状态无容易。因为迄咱靠咱家己，你家己本身的意志去做。那呢，咱真做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咱应当互人看到的是，咱面貌所发出的这个光是怎样呢？2月10号，有一位杨琼英牧师娘蒙主恩调。伊是社会牧师的太太，就我想起伫社会牧师伊的故事的内面，社会牧师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伫我生命中上伟大的快乐是上帝的存在。各位兄弟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发出光，无论你的年纪、你的职业、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。因为咱的光会发出来，是对上帝的同在；咱会发出光，是对咱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信靠。咱会发出光，是因为咱遵守着上帝的旨意。咱会发出光，是因为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愿意来跟对耶稣的脚步。我想这一切。毋是靠咱家己会当的，咱只有甲上帝同行，咱才会当做会到的。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光，是对上帝来，是对你内心所发出来。当咱安尼发出这种光的时阵，咱会当互咱身躯边其他的人真实去感受到，毋是对因的目睭所看的。毋是看到你的精神状况是上好的，是因为因感受到你生命的活力。摩西上山，摩西伫山顶得到上帝应允，互伊会当看到上帝的光，带着上帝的命令，就是10条诫，往山骹行去到百姓的中间。今仔日经文讲。亚伦甲百姓遮的领袖看见摩西的面发光，就毋敢就近摩西。我想摩西嘛感觉足奇怪吼，我落来恁遮的人为什么离我远远呢？而且佫毋敢直接看我咧，甚至佫伊甲伊保持一个距离伫个。摩西这个时刻，伊发现了家己的面发出光啊！所以摩西咧回想，上帝互伊看到伊的光，上帝甲伊讲话，摩西真留心去听上帝的话，而且去照咧做。所以伊面所发出的这个光，就是对迄个时刻开始的。摩西甲上帝讲话，伊无看到上帝的面。
有可能伊无看到，是因为上帝迄个光真光，即个光袂去插目，总是即个光就伫摩西的身躯顶啊。百姓来到摩西的面前，摩西将山西奈山顶的10条诫，甲上帝交代伊的这条例律法，拢互百姓知。即个是叫摩西面悠然的发光。因为这个是真重要的10条诫，以色列的领袖甲百姓，就伫上帝光中间真足听。摩西拢一字一字甲因讲，传达去上帝的命令。摩西讲了，就将迄个被啊，甲面掩起来。这个动作是无要互百姓惊吓。摩西就伫即个中间面对上帝时，将即个被啊摕落来，那亲像咱即马戴喙罨共款，到百姓的面前就戴起来，将面所发出的光压榨起来。因为顶一届摩西离开因真久，即届上帝分担，互摩西将伊的诫命律例。建造会幕，献祭祭司等等这条例，分处来甲百姓讲，互百姓会当真安心，袂惊吓，然后会当真专心来听上帝所吩咐的代志。摩西知影上帝心意，摩西嘛知影即阵百姓咧想什么。摩西照着即个被啊。将面顶面的光盖起来，伫摕落来，带起嚟即个中间，上帝命令、上帝诫命，通过摩西真正确传达，互所有以色列人知。摩西知影什么时阵爱摕落来，什么时阵爱带起嚟，可以会当完成即个阶段性的任务。所以，上帝互摩西智慧，会当来使用即个迄啊，即个工具。当摩西咧面对上帝时，无物件通阻挡伊，摩西会当真坦然来面对伫上帝。伫今仔日，咱会当将家己真实的状态放伫上帝面前吗？也是你会讲？要甲家己暗藏起来，无爱互上帝看见呢？我想，人伫上帝面前是无法度用任何的方法，会当将家己藏起来。若有人讲会当啊，咱会当啊，那呢？你若讲会当的时，就是你家己咧欺骗家己。咱每一个人。拢爱伫上帝面前，咱讲坦然相见。你爱真天然来甲上帝相见面，是无法度隐藏的。除了上帝以外，咱若对人来看，你会伫什么人的面前袂隐藏家己呢？伫顶礼拜，甲大家分享。这位谢志摩教授对伊的分享，对伊的演讲内面，对伊的册内面，人拢叫伊小摩老师。伊将伊的过去、伊的成长的经历、伊的生命的转变，伊真实呈现伫大家面前。伊无隐藏家己的迄个教育的理念，伊演讲的时，伊会坚持。伊伫大家面前表现出来，所以要听演讲，你若伫下骹拄久，伊就无要讲啊。伊有伊的坚持，因为伊认为伊是用伊的生命来甲大家来分享。伊咧表示一项代志是，当伊回头看过去的人生的时，伊发觉上帝早就伫伊的生命中备办一个计划。
即个计划就是互伊伫冒险治疗的即个范围的内面，会当接触到真侪社会中弱势的囡仔。伊嘛伫大学中开课，接受真侪社会中未来的精英。伊特别期待讲，伊接触过伊遮的人，特别是青少年，伫将来会当成做社会领袖，毋但有一个国际观，有领导力，而且佫有一个博人的心，会当去关怀即个全球，也是即个世代的议题，而且会当有行动出来去实践。对小魔老师，伊所展现出来，我看到，这就是上帝予伊的工具，予上帝的话语实践伫伊的生命中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工具，光甲撇仔是上帝所赏赐的工具。工具毋是予人惊吓离开上帝远远，因为这个光是要展现上帝的权能，这个撇仔是要予人认捌上帝。我相信你甲我，咱拢有对上帝所赏赐的光，咱会发出光，是予人愿意接近上帝的光，是予人要来领受恩典的光。咱会当将上帝的话语转化成做生活的态度，予人会当亲近上帝的话语。上尾要阁用小魔老师伫伊本册内面所讲的，伊讲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一个发光的蜡烛，咱将家己燃烧的时阵，嘛会当照光别人。你若无去点，你永远毋知家己也有发光的这个可能性。咱相信，这个光会永远一代搁一代传落去，甚至传到咱未去踏过的所在。伫这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咱愿意将咱的光传落去的时阵，伫黑暗中，这个光会互咱方向，这个光会互人有一个安定的心。那伫历史所发出的光，会当互人看清咱所处的这个环境，咱会当对历史的光去明白上帝创造的真理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无论是伫黑暗，也是伫历史，咱爱知影一件代志：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为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咧宣告讲主耶稣是咱生命救主的时，我想这个毋是当咱受洗礼时阵咱才宣告，咱每一天每一届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拢爱宣告讲，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救主。这个时刻，上帝阳光就对你我的身躯顶发出来。咱毋免惊吓，因为伫你的生活中，咱就是爱将上帝的光显露出来，点到生命的光，袂伫你的身躯顶无去。因为当你点到了后，这个光会继续延续落去，互你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。看你隔壁的人，你有看到伊身躯顶的光无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你将你的阳光放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当阮一届搁一届咧宣告讲主耶稣是阮的救主的时，上帝，你就将你的光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、阮的生命中，将这个光显露出来。这个光毋是阮家己会当的，这个光是对你遐来。愿主你帮助阮。互阮会当有一个勇气，
有即个智慧，将阮生命中的光点倒，互人来亲近你，互人来认捌你，互因的心中悠远有上帝你的光的同在，互即个光一代搁一代，一个搁一个，点倒伫即个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愿主帮助阮，将阮家己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使用阮。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时咱三个来唱圣诗610首来回应上帝。耶稣是阮心所欢喜，耶稣是阮心所欢喜。你使活命，搁使光明，踮即世间心袂满意，愿我靠你心会安宁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咱来奉献。
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读2遍。请，身躯的顶就是目睭，你的目睭若金，通身躯就光。马太福音6章22节。身躯的顶就是目睭，你的目睭若金，通身躯就光。马太福音6章22节。下周的圣工分担领唱徐老师，司礼是张锦伦执事，司琴是吴恩婷姐妹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郭金敦、施心怡执事，交代是张义如执事、张景元、陈顺祥弟兄，音控是周明雄执事、周宏邦弟兄。3月初5的消毒是社青团契。伫月长老是我本人。拜3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柯宝书，司会是赵一乐长老，题目是参与属灵聚会，今生得着快乐。来周的台语礼拜，主理是柯宝书，经文题目题目是养成习惯，经文圣诗，咱家己来看。请咱先开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是圣工的事奉表，咱请各团契会当开始交下一季的聚会表，方便咱的圣工事奉安排。交的期限是到3月13。第2是落实10连制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请咱兄弟姊妹若进来到教会吼，咱务必要落实10连制，签名也是迄个扫描 QR code 吼。第3点是奖学金的申请，咱欢迎成绩符合标准的咱的年轻学子吼，伫成绩符合标准面顶，咱家己来看，交互咱的美院长老也是干事。第4点是成人主日学，成人主日学，因为要开课，爱准备讲义，请咱若要参与的吼，兄弟姊妹，咱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参加啦。到伫1楼的柜台填写报名表。第5是儿童主日学的倒球班甲手作班，若有小朋友有意爱参加的，嘛请到伫1楼的柜台遐来填写报名。第6是儿童主日学的春游活动，定伫3月27。若要报名的，甲阿玉老师报名。但是即个活动吼，会看即个疫情的关系，会调整啦，才到时会通知。第7是妇女团契要参加3月初4拜5，要去南门教会参加世界公道日的礼拜。咱的姊妹吼会当家己前往，嘛会当伫若要做伙去的，会当8点20伫个木栅捷运站来集合出发。好，咱补充一项报告吼。咱讲疫情的关系，咱看到指挥中心有较放宽一些规定吼。总是伫小会早前，阮有决议，就是疫情中心若宣布所有的若紧缩，咱就缀咧紧缩；若要放宽，咱会慢1礼拜也是2礼拜，咱才会放宽吼。所以特别互大家知影，咱袂讲伊讲放宽，咱就随放宽吼。咱会搁听候1礼拜也是2礼拜。看规个精细了后，咱教会才决定要开放，这是补充报告的部分。过来，咱要恭喜后个月吼，真紧吼，后日就是3月份啊吼，咱要后个月生日的这个咱的兄弟吼，咱在场的游园起立好无？咱为你唱歌，然后牧师为恁祝福。名单吼，伫周报的第8页吼，第8页。来，咱请起立好无？我看到在场有几个位哦，唱歌对这边嘛有哦，好，咱做伙来唱2遍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
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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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咱同心来为因祝福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予3月份生日的正兄姊伫阮的中间，予我会当甲因同齐欢喜。嘛，愿主你看顾因每一位，你过去因带因来临捌你，领受极大的恩典甲祝福。只是愿恳求你继续将这个恩典加倍伫因的身躯顶，赐予因，予因每一天拢有对上帝你遐来平安甲喜乐。嘛，看顾因家因厝内底每一位，拢有这个喜乐的心伫因的身躯顶，祝福因每一位伫3月份生日的兄弟，拢万事如意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个拍拍，生日快乐！好，咱咧即礼拜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。第一个是咱的人教技师，伊要代祷的迄个内容呢，伫咱周报内面有吼。我一概邀请大家伫恁即礼拜每一天拢为即2个家庭代祷。啊，即个周报吼内面有写因代祷的事项吼，所以恁会当为着即代祷事项，为即2个家庭来代祷。人教技师要代祷的事项是为着伊的先生村内乡有对上帝遐来的信心，伊咧服务者个人的社会推动有教育的智慧甲气力。为着人教执事，伊会当愈来愈甲上帝当近我，无去趁人的情欲，只有遵守上帝旨意。为着伊的查某囝预选吼，会当完成即个帮助人的工作的准备，会当甲上帝连结吼，会当家己有一个内信吼，会当帮助人，帮助社会。为着伊的后生育成退伍了，会当顺利，会当有工作吼。我靠上帝所赏赐的丰富的恩典，用音乐来荣耀上帝的人吼。好，咱这是人教执事的代祷部分。咱个后一位是金敦技师吼，伊要为着伊的爸爸妈妈的身体的健康，伊要为着伊的太太甲2个查某囝会当认捌主来祈祷，以及伊大汉查某囝会考迄个要找头路的就业考试会当顺利来通过吼。咱即个时刻为着即2个家庭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为着人教技师伊的家庭来向你恳求，恳求你赏赐因先生有智慧、有信心，会当咧推动即个个人的社会工作，会当真顺利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来明白即个工作的意义，嘛会当参与伫即个工作的内面。看到人教技师伊家己甲上帝你的即个关系，会哪亲近，会当互伊注目伫上帝的身躯顶，无去顺趁人的情欲。看到伊的查某囝咧备办帮助人的即个工作、社会工作的即个中间，会当真甲上帝你有结连，互伊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完成上帝你所交托伊的使命。看到伊的后生退伍了后，会当用音乐来荣耀上帝，互伊的即个音乐的才能会当真好的发挥。我要为着真敦技师伊的家庭来代祷，看到伊的爸爸妈妈的身体的健康，有一个勇健的身体，嘛看到伊的太太甲2个查某囝，互伊当来亲近你。认捌你，然后宣告耶稣基督是因性命的救主。嘛，看到伊大汉查某囝，要即马咧找工作的考试，会当真顺利通过。愿主亲身看顾即2个家庭，祝福伫因的身躯顶，带领因每一天的路站。愿将因放伫你的手中，
愿主你亲身扶持看顾，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以上。咱继续为着身体欠咱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代祷啦吼。咱周报面顶嘛有，也是讲无顶伫周报你所知影的，咱拢会当为因祈祷。搁有是教界的消息，咱请咱家己来看。那奉献的部分有出入，请咱甲咱的过继也是出入干事来讲。这是咱来吟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这尾篇的诗吟诗线，咱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甲疼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对你，互恁众人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行平安礼。
咱甲兄弟大家做伙拍招呼。